隔咗咁多日，就終於都有時間出翻混血肥仔嘅片啦。咁當然佢呢單嘢其實都已經有少少過氣㗎啦，因為都已經俾啲好多唔同嘅 YouTuber 有講過。咁亦都有個法律 page 咁都用個法律嘅角度咧，就去反駁混血肥仔澄清嘅幾樣嘢啦。咁佢講嗰啲嘢我冇特別嘅補充嘅。咁但係咧就因為佢混血肥仔佢嗰段澄清咧，其實裡面都牽涉咗好多唔同嘅法律嘅主題，咁所以咧就用呢個機會借題發揮一下，可以同大家講下喺呢一單案件裡面，我哋可以衍生到啲咩法律主題出嚟啦。咁第一樣嘢啦，就係當然佢所講嘅，佢冇拳打腳踢係啦，雖然佢係被裁定咗係又話 assault by beating。咁但係其實 assault by beating 咧，就正如好似嗰個法律 page 咁所講啦，其實佢只不過係 battery 嚟嘅啫，即係你只需要施加咗一啲唔合法嘅力量喺人哋身上咧，咁其實就已經係㗎啦。咁而呢個力量係唔需要重嘅，即係所以你唔需要拳打腳踢，掂一掂，其實理論上都可以係 battery 嚟嘅。咁你睇翻佢所講嘅案情啦，咁其實就佢應該係喺呢一個鬧交嘅期間啦，咁就用手指就篤到人哋紅腫啦，咁所以就呢一個就導致到佢係被起訴assault by beating。咁但係亦都因為佢可能冇導致到有一啲比較明顯嘅傷勢，咁所以咧佢亦都冇被起訴一啲比較嚴重嘅襲擊相關嘅罪行，即係例如係襲擊導致身體遭受到實質損害，甚至乎係襲擊導致到身體受到嚴重損害呢一種。咁所以佢去到最終俾人罰錢，即係個刑罰淨係罰錢咧，咁其實係符合呢一個sentencing guideline 嘅，即係一啲判刑嘅指引。咁當然啦，佢話佢因為冇拳打腳踢，所以咧佢就冇家暴。咁呢樣嘢咧就不是太正確啦，亦都正如嗰個 page 咁所講啦。喺英國其實個 Domestic Abuse Act 2021咧，其實係就住家暴呢樣嘢咧，係俾咗一個法律嘅定義出嚟嘅。咁而英國咧，亦都好興咧去面對佢需要處理一啲社會嘅問題嘅時候咧，係會好多時咧就會去先俾一啲 definition 係啦，我要定義咗一啲問題先嘅。舉個例，就如3月9號嘅時候啦，英國咧其實就住呢個針對伊斯蘭、針對穆斯林嘅一啲行為咧嘅一啲即係佢哋認為嘅惡意性嘅行為咧，其實就去出咗一個佢哋叫做 non-statutory 嘅 definition， 即係話呢啲係一個非法定嘅一啲定義。咁其實最開頭咧舊年開始啦，其實工黨政府就推動緊呢樣嘢。就係咧，就話希望可以喺法律上面咧，去定義咗呢一啲嘅反穆斯林嘅行為，就係因為佢認為咧，社會上面有嚴重嘅反穆斯林嘅一啲嘅行為同埋一啲嘅風氣，咁所以咧佢就要處理呢個問題。最開頭咧，其實佢哋係想叫你做 Islamophobia 嘅，即係話大家係伊斯蘭恐懼症咁樣。咁但係就去到啱啱3月9號嘅時候啦，就最終出爐嘅定義咧，就係我哋叫做anti-Muslim hostility， 即係針對穆斯林嘅惡意性嘅行為。咁你可以預見到，其實當佢俾咗一啲定義之後咧，之後慢慢咧就會有一啲實質上嘅法律或者係一啲懲罰性嘅條文就會落地㗎啦。但係咧而家就未有住。咁但係翻嚟去 domestic abuse 嗰一邊啦，條 domestic abuse act 2021啦，就冇特別將 domestic abuse 呢一樣嘢變成一個刑事嘅罪行。咁但係當然佢亦都創造咗一個新嘅刑事罪行出嚟，就係我哋叫 controlling and coercive behaviour， 就係話係一啲控制性同埋一啲強迫性嘅行為。咁所以如果大家有睇我喺其他嘅 YouTube channel 裏面啦，有講過呢一方面嘅嘢咧，就會知道咧，如果你係喺兩個人之間啦，係出現呢類型嘅行為，唔一定要係肢體衝突，唔一定係要牽涉實質嘅物理嘅行動嘅。如果你係例如你係要人哋無時無刻都要同你報道去到邊啊，你喺佢身上面裝一啲追蹤器啊，喺屋企每一個角落都裝晒 CCTV 去 cam 住佢啊。可能喺金錢經濟上面去控制住佢啊！你每個月你每個禮拜我淨係俾50磅你用嘅啫，你唔可以用多過呢個數啊！呢一啲咧，咁其實亦都好容易喺法律上面咧就會構成咗呢一種嘅刑事嘅罪行。所以咧如果佢話佢純粹係冇拳打腳踢，所以就冇家暴咧，咁的而且確咧喺邏輯上面係唔係真係好成立嘅。咁好啦，我哋將家暴呢一樣嘢帶翻落去家事法嘅 context 裏面咧，咁其實我哋就會知道咧，
喺家事嘅法庭裏邊啦，其實家暴呢一個定義咧，亦都係廣泛嘅。個 Domestic Abuse Act 去賦予呢一個家庭暴力嘅一個定義咧，除咗係喺刑事法庭裏面使用之外咧，其實更加多係會喺家事法庭或者係法庭以外，例如係一啲受害者嘅支援組織、一啲慈善團體，佢或者係甚至乎去 council 去制定一啲相關嘅政策嘅時候咧，會使用到呢一啲嘅定義。咁喺個家事法庭裏面咧，其實亦都會經常去考慮呢啲嘢，從而去納入咗呢啲考慮因素之後咧，就去作出一啲嘅可能係牽涉到小朋友嘅安排。咁啊，混血肥仔就有提到啦，佢就話咧，佢喺個即係如果佢係有家暴嘅，咁其實個法庭亦都唔會判50-50嘅撫養權俾佢。咁呢個亦都就係我平時成日喺講座裏面講嘅一樣嘢啦。法律上面我哋係冇撫養權呢3個字嘅。咁啊，撫養權呢一個 concept 啦，用香港嘅角度去理解，其實我哋講緊管養權 custody 同埋呢個照顧及管束權 care and control， 即係講緊邊一個有權去幫小朋友去做一啲比較重要嘅決定，同埋呢個小朋友嘅日常起居飲食係由邊一個去照顧。呢個亦都係好耐以前英國嘅 concept。咁但係英國咧，其實而家已經唔再叫做 custody 同埋 care and control 噶啦。咁其實咧就全部都叫晒做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即係你作為一個家長嘅責任。咁概念上咧就同邊一個有權去就幫小朋友去做一啲重要嘅決定，其實好似嘅。咁但係另一邊咧，佢就冇咗一樣嘢叫 care and control 啦，就叫做一個 live with order， 即係講緊小朋友同邊個住，係啊 live with 邊一個家長。咁而另一個家長係咪可以 spend time with 呢個小朋友？咁佢 spend time with 呢一個小朋友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一啲額外嘅限制？即係例如會唔會係要 define 講明咗喺邊度，幾點到幾點要交收？學校嘅 report 佢可唔可以攞到？有冇得留宿？有冇得帶去旅行？甚至乎有一啲係會唔會係需要喺一啲 contact centre 裏面去做一個 supervise 嘅 contact， 即係有人監視住、有人睇住你唔好亂嚟嘅一種。咁所以法庭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係有好大嘅權力去處理，去俾出一啲佢認為合適嘅命令。但係如果你純粹去講緊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的話咧，法庭其實喺唔去到好極端嘅情況之下咧，基本上係通常都唔會特別去剝奪咗其中有一個家長嘅 parental responsibility。咁所以咧喺混血肥仔呢個 case 啦，可能大家會覺得其實佢真係一個非常之衰格嘅男人啦，即係你又出軌又偷食咁樣，跟住又出現呢一啲家暴嘅問題，咁有咩可能都仲會法庭會俾parental responsibility 你啊？但係亦都好老實咁樣講啦，相對英國嘅 case 嚟講咧，混血肥仔呢啲 case 咧，絕對唔係最嚴重嘅嗰類型嘅 case。其實你會見到有好多英國嘅家事法庭嘅 case，其實可能牽涉好嚴重嘅家暴問題嘅，嚴重到可能係嗰一啲阿爸會打到個小朋友入醫院啊，會導致到佢有嚴重嘅 PTSD 啊，可能甚至乎會出現一啲針對小朋友嘅性罪行啊。或者係可能有好嚴重嘅一啲毒品嘅問題啊，咁可能去到呢一種類型嘅 case， 家事法庭先至會比較傾向係完全將呢一個爸爸嘅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去移除嘅。咁但係對於有好多可能好似混血肥仔呢啲 case 嚟講啦，其實都幾 common 嘅，特別係可能兩公婆去出現一啲第三者嘅問題，又或者係可能喺日常生活上面咧出現一啲嘅矛盾，出現一啲爭執，然後喺呢一個過程裡面咧，可能就會鬧交鬧得比較犀利。或者係可能會出現輕微嘅肢體碰撞，好似而家呢一單咁樣。咁但係喺呢啲 case 其實係非常之 common。佢呢一種程度咧，亦都通常啦就不足以去令到其中有個家長會失去咗對呢個小朋友嘅權力嘅。咁所以我可以理解到點解喺混血肥仔呢一單 case 裏面咧，佢仍然可以保留到一個 parental 嘅 responsibility。咁最後啦，就係咧混血肥仔都有提到一份咧佢個分居協議書。咁啊，立過下啦，佢嗰份分居協議書咧，就得一頁紙嘅 A4 字嘅啫，咁啊用中文寫嘅，咁都幾肯定咧。其實呢一張嘅分居協議書法律上面就無效噶啦，因為香港又好，英國又好啦，其實都係用緊同一 set 嘅英國嘅家事法庭嘅案例。咁啊，其實就住呢一啲嘅 agreement 啊，即係婚前協議書又好，婚後協議書又好，分居協議書又好啦，其實法庭係保留咗一個好大嘅權力嘅，就係因為去處理呢啲事情，無論係小朋友嘅安排，定係去對於一個婚姻嘅資產嘅分配都好啦，法庭嘅權力係好高嘅，佢亦都要以
小朋友嘅利益作為最首先嘅依歸，咁跟住之後就係用一個公平嘅方法去分配，令到可以滿足到雙方，即係男方同女方佢哋嘅經濟上嘅需要。咁所以咧，如果你想用一張咁樣嘅協議書去直接咧就將法庭嘅權力去排除在外咧，唔係一樣咁容易嘅事。法律上面仍然可以做得到，但係你呢一啲嘅文件咧，其實係有好多嘅要求，例如佢係雙方係必須要作出一個誠實、越全面嘅披露啦。咁即係我要簽呢份嘢之前，雙方要互相披露晒大家有啲乜嘢嘅資產，有啲乜嘢嘅開支，有啲咩負債，有啲咩嘅收入。咁如果有隱瞞嘅，咁其實法庭亦都唔會去執行呢一張嘅合同。咁而且啦，雙方裏面亦都要寫得盡量有咁詳細，寫得咁詳細，而且雙方都要有一個自己嘅律師，咁佢哋就可以獲得充分嘅法律意見，知道自己做緊乜，明白自己簽緊啲乜，亦都知道自己簽咗呢份文件之後會面對啲乜嘢嘅法律後果。咁樣法庭咧先至會接納一份咁樣嘅合同係合法嘅。咁但係喺混血肥仔 show 出嗰張嘢，得一頁紙，中文書寫，淨係講啲資產歸邊個。雙方亦都冇律師代表，亦都冇作出過任何資產上面嘅披露。咁喺呢啲情況下面咧，呢啲文件咧就無效噶啦。咁我唔知佢哋嘅家事法庭嘅訴訟去到咩地步啦，唔知之後佢哋會唔會就住呢一個財產分配去再處理埋啦。咁呢個就唔知，因為就just我哋成日都講啦，當你喺香港去處理離婚嘅時候啦，當你一開始個離婚嘅程序咧，其實同一時間咧，你係會開始埋財產分配同埋一啲小朋友安排嘅程序嘅，所以你一開離婚，同時就處理埋剩翻嗰幾樣嘢噶啦。因為喺相關嘅文件嘅時候，你需要講埋你自己會唔會去爭取呢一啲嘢。咁但係喺英國離婚就係離婚，分身家就係分身家，爭小朋友就係爭小朋友。咁其實佢哋係三套嘅程序嚟，佢哋亦都冇任何法律上面嘅要求係需要同時開始嘅。特別係牽涉到小朋友嘅時候，法庭亦都有一個我哋叫做 no order principle， 就係咧，如果你認為係客觀嚟講，小朋友嘅日常起居安排咧係雙方家長可以處理到，無需法庭去干預的話咧，法庭亦都唔會覺得有任何需要去就着呢啲嘅安排去作出一個命令嘅。咁我唔知道佢哋係咩啦，咁但係咧就趁着佢出咗一條咁樣嘅澄清片，同一時間裏面咧又 touch on 咗咁多個可能同香港人有關或者係對大家會有興趣嘅一啲議題嘅時候咧，咁所以我就用呢一個方法去借題發揮一下啦。當然啦，其實即係可能大家會期望混血肥仔可以就着佢嘅家事法庭嘅案件，可以提供更加多嘅資料出嚟啦，咁俾大家去做下判官咁樣。咁但係咧，牽涉到小朋友或者係其他家事法庭嘅案件啦，其實 generally 咧所有嘅資料都係保密嘅。喺所有嘅命令亦都會有一啲法庭嘅指示，就係話咧雙方大家係唔可以將呢個案件裡面所有嘅資料去披露出嚟，否則嘅話就係藐視法庭嘅。咁所以如無意外，大家係唔會有機會見到嘅。咁啊，最後啦，仲有一個問題，大家好有興趣嘅咧，就係混血肥仔咁樣俾人告咗一個 assault by beating， 係咪就會佢唔使旨可以入籍啊又成咧？可能大家未必好想聽到，但係不幸地咧，未必係啦，因為雖然啦，當你呢一個係 assault by beating， 其實佢係一個牽涉暴力相關嘅元素。咁對 Home Office 嚟講啦，其實會 trigger 到佢哋去考慮到底呢樣嘢係唔係對受害人構成咗一個嚴重傷害嘅。咁如果佢 Home Office 認為佢係構成咗嚴重傷害嘅話咧，咁佢自然會拒絕混血肥仔嘅永居或者入籍嘅申請啦。咁但係呢樣嘢係要考慮到程度。咁而家睇到個 case 係佢用手指去督到佢嘅前妻可能有少少紅腫。咁當然亦都可能佢喺呢個過程裡面會唔會導致到佢有其他類型嘅傷害，我哋唔知。咁但係如果純粹去用因為佢咁樣 assault by beating 導致到佢有少少紅腫，係咪就會導致到佢唔可以永居唔可以入籍咧？咁似乎亦未去到嗰一個嘅相關嘅門檻。咁可能當然啦，你可以話係混血肥仔嘅行為，或者佢出軌偷食嘅行為，或者佢呢一啲有少少家暴性嘅行為，係對佢嘅太太或者佢對佢嘅小朋友係構成咗嚴重嘅精神困擾同精神傷害。咁但係而家當我哋考慮嘅時候，就純粹考慮佢用手指督到人哋紅腫呢一個動作是否有構成到嗰一類型嘅傷害。咁如果你係話佢係一個偷食嘅男人，然後就話
佢唔可以永居、唔可以入籍的話咧，咁似乎現時嘅法律咧亦都未 cover 到呢一啲私生活嘅事情。咁所以係咪就話因為有呢一單嘢，所以混血肥仔100%唔可以永居同入籍咧？我會覺得唔係嘅。咁啊，至於大家覺得混血肥仔抵唔抵幫咧？咁我諗網上面嘅 comment 咧，大家睇完嗰啲 comment 都一面倒嘅意見嘅時候咧，咁大家都心裏有數啦。咁啊，當然啦，可能嚟緊佢就會社會性死亡一段時間，沉寂一段時間。咁但係可能過咗6個月，過咗1-2年後，會唔會好似微辣咁樣又出翻嚟咧？咁就唔知啦。